大象每天有超過一半的时间在进食，一头成年象每天要吃200公斤左右的食物。每一个象群首领的脑中都要有一份有关食物和水源的地图，这是属于大象的地图。老四看见任務已经完成，就開始玩了。國王制止了兒子的行為，只找到這一處顯然是不夠的。大象能根據最近的飲食，適當調整自己的食譜，在天氣炎熱時，換成含水豐富的芭蕉；在身體疲憊時，補充含糖量高的甘蔗。所以，國王要帶着兒子繼續尋找。這群亞洲象越來越依賴於人類的作物，因為它們的營養更多，獲取的效率更高，這也不可避免地與當地人產生了矛盾。在又尋找到一片甘蔗地之後，今天的工作完成，可以睡個午覺了。